冉冉从未想过陷您于不义，只是奉命行事。还请太后娘娘看在拓跋将军对您一往情深的份上，原谅冉冉的所作所为。他害得我骨肉分离，国破家亡。你觉得他的一往情深，我还受得起吗？拓跋将军谋逆是有违君臣之道，可是他有他的想法，奴婢不敢妄加评论。只是最近将军越发奇怪了，他时不时抽打自己的耳光，还动不动怒骂自己。奴婢想，他的内心也是极为挣扎和痛苦的。但愿他还有那天没被恶魔泯灭的良知。还是没有元宵的消息。好，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。好得远远的，即便今生再也不会相见，也好过做亡国奴。我冯妙芝一生经营，不仅败给了妹妹妙莲，丢了夫君，连他的国家也守不住。现在连我唯一的儿子也行踪不明，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。太后娘娘，还请您好好保重。放心，一天没有元宵的消息，我死也不瞑目。哇，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！皇上，母后，太后娘娘，柳儿给您请安了。说，皇上，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柳儿在这儿。太后娘娘，柳儿。母后怎么成这样了？太后娘娘好像被妖魔困住了，她听不见我们叫她。太后娘娘，我们在这儿。朕看她并非母后，只是长了相而已。皇上，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万万说不得。皇上，柳儿想起来了，皇上。以前柳儿常听冯昭仪总是说什么会陷